家一家人围坐客厅话家常，和乐融融。这一家3代总共拿下8张客语认证的证书，是个道道地地的客语家庭。最多是你哦，一个人拿了4张，是不是？3张而已。哦，3张。客家人说客家话想来天经地义，却在年轻世代出现语言断层。客家孩童要能说上流利客家话，得靠家长刻意营造环境。你班上有多少同学？48人。然后很会讲客家话的有多少？2、3个而已。客语扎根从小开始，第3代的林佳怡已经拿下中级客语认证，客语演讲比赛对她来说轻而易举。从小就讲了，就是想要测试自己一下。一手带大孙子的阿嬷笑说自己早就被同化。闽南籍的她嫁做客家媳妇50年，现在客语比母语还要流利。客家话讲得太熟，所以要复习台语。回娘家都会讲。对呀。他回娘家的时候讲闽南话，讲到成客家话，变客人啊！满墙的奖状奖章，林家还是当地知名的模范家庭，家和万事兴，幸福洋溢。爱动幸福，爱动幸福，我很幸福。爱动幸福，爱动幸福。